4歲老翁。有個後生仔撞到一位老先生，後生仔就隨口問啦：老先生啊，你今年高壽啊？老先生就話：我今年4歲。後生仔聽見好奇怪喎，因為眼前呢個面巢發白、籠中老態嘅先生，至少都有70歲啊，點睇都唔似4歲。但係呢個老先生就跟住講：後生仔啊，我今年呢真係只有4歲，因為過去我只係諗到自己嘅利益，從嚟唔知道要發善心做功德，只享受自己嘅快樂，冇諗到應該點去幫助苦難嘅人。直到4年前，我信仰咗佛教，我先至打開心眼，明白要利用有限嘅生命，要做無盡嘅奉獻。要喺短短嘅一生，為朋友留下慈悲，為人間留下喜捨，為生命留下信仰，為自己留下因緣。4年之前，我先係從夢中醒嚟，睇清楚世間好多事物嘅真相，先至真正重新做人，明了生命嘅價值。後生仔，我以前浪費咗好多歲月，只有呢4年嚟，我先係真正打開靈魂嘅窗門，迎接慈悲嘅陽光、喜捨嘅雨露。所以呢，我只係得4歲。人嘅生命不在長短，係在於把握有限嘅時間，做有意義嘅事。儒家嘅顏回雖然只係活咗30幾歲，至今佢嘅安貧樂道仍然為人歌詠讚頌。佛教嘅僧肇大師喺人間亦都只有短短30幾年，身後留下一部韶論，令到學術嘅花園發生重重美麗碩大嘅花葉。4歲嘅老翁花費咗將近一生嘅時間，先尋覓到人生嘅真諦。而我哋要求生命長久，我哋有冇諗清楚一生到底要嘅係乜嘢？喺《大莊嚴經論》卷3話：人生極難得，信心亦難生，財寶難可足，福田復難遇。朝聞道，夕可死。4歲嘅老翁並不可悲，可悲嘅係我哋喺夢中講夢話，假戲真做，好似莊周迷蝶，蝶迷莊周，妄然咁過一生。